啦，轉彎入直路嘅時候啦，前面佔先嘅嘛，見到外邊熱心已經係湧咗上嚟，埋邊啊當年情啦，第三位中間有生活格調啊，埋邊位置仲有吉典娜，外邊追啊有增強啊，中間位置仲有輕風飛，最後300出咗嚟先係熱心啊，外邊位置追有增強啊，兩隻馬中間夾住，仲有輕風飛，最後200米外邊一鼓作氣冚咗上嚟係增強啊，中間係輕風飛，埋邊係熱心啊，第4位係吉典娜，接近終點增強贏出浪琴香港瓶啊，入正最後直路，前面佔先噶嘛，維港智能中間出咗嚟先啊，埋邊就金鑽貴人啊，再見到中間起飛王女啊，外邊上緊嚟係福日啊，最後200零米啦，前面維港智能透出一個身位，金鑽貴人追緊佢，外邊位置仲有福日上嚟，接近終點啦，金鑽貴人拋離後邊嘅對手，贏出浪琴香港短途錦標啊！好啦，轉彎入直路嘅時候啦，前面佔先嘅嘛係本族主義啊，咁啊見到中間大開羅率先上嚟挑戰啊，再喺入邊加州星球咧冇乜位喎，外邊加州星球咁啊見到金槍60俾落去有嘅，再見到後多層啊嘛，仲有隻永遠美麗馬林中間上咗少少嘅馬匹咧，仲有神機啦，出邊咧仲有呢隻回兩村，最後百零米金槍60以一個無敵嘅姿態贏出呢場浪琴香港一哩錦標啊！最後300米浪漫勇士出咗嚟先啊，跟住後邊嘅嘛有呢隻磅礴無比追佢，埋邊嘅發財先鋒未散嘅，再喺入邊做個直線力山，外邊上緊嚟係先見啊！最後百零米浪漫勇士透出啊，中間磅礴無比上嚟，出邊仲有隻盧森堡接近終點，浪漫勇士接先，外邊上嚟盧森堡接近終點，浪漫勇士埋邊。終點嗰步係咪噏咗落去呢？外邊追上嚟，盧森堡兩匹馬相當接近啊！咁啊，真係最後百零米嘅時候呢，浪漫勇士出咗頭先，但係好似有少少呢，慢慢內閃挨入去，乘住呢個時候，盧森堡響外邊逐步上嚟，中間夾住，仲有隻磅礴無比，睇埋最後50，浪漫勇士埋邊，出邊盧森堡邊隻贏啊？最後200零米啦，美麗第一透出咗，外邊上嚟有標誌銀河追佢，入邊追緊嘅馬仲有星運笑着啊，出邊係精算暴雪啊，接近終點啦，標誌銀河再一次喺田草1002米將對手遠拋甩野馬。